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愿你的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语。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凭，这是现代人又更重视的。我觉得我在小时候常听长辈讲说，所谓的一诺千金就是讲的什么绝对不会改变，不管时间多久。可是现代人呢，为什么要眼见为凭？因为甚至你签的合约、签的合同都会在毁约，所以何况没有看到实际上的一个东西，你要如何的相信？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所见的就一定是真的吗？当你看那个事情发生，一定就是真的吗？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看走眼了，我们判断错误，因为没有看到事件的全貌，甚至看到了，有时我们不一定会相信，因为我们的主观意识非常的强，我们已经画地自限，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说它是怎么样，我们已经认为它是怎么样。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的角度就会不一样。现代人没有那么容易会去相信别人，就好像当初那些以色列百姓，上帝用10个灾害行神迹奇事，带领他们从埃及过红海，来到西乃山。这些是他们亲眼看得到哦，他们那个年代看得到上帝如何行神迹奇事让红海本来要海，然后整个分开，让他们过红海。可是很快的时间，他们竟然在摩西上山的时候，他们在山下就拜金牛犊。如果我们读圣经，大家就知道，神迹奇事难道不够大吗？难道那个整个埃及这个事件死的伤人数不够多吗？不是强调眼见为凭吗？显然自古以来，人就是这么的健忘。如果对上帝都是这样，何况对于人呢？正确来说，是人里面的一个原罪，人的罪的因素所引起的。如今时间过得很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西乃山下已经1年了。耶和华吩咐摩西第一次在西乃山守逾越节，大家还记得吗？逾越节第一次在哪里守？在埃及。在守逾越节的时候，上帝有跟他们讲，你们要守逾越节那一天，你们的门要抹到羊。那一天我逾越过你们的家，击杀整个埃及的长子。他们来到旷野西乃山第一次守逾越节。以色列人经历过1年的等待，上帝在这1年等待1年颁布律法，典章给他们，他们正是要往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来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来互动一下让大家等一下我们这段经文会分3次。那每一次我希望大家可以读经文有2个好处，第一个其实就是在敬拜，第二个这段经文其实很有画面。我们大声的读出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想象真的是早上，真的是晚上，有云彩，你真的可以想象有个云彩在上面遮盖整个帐幕，就帐篷那样遮。所以我们先一起来读15节到17节，15节到17节，来，请。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着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即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即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画面跟记忆。如果我们有在读出埃及记，就知道，当初耶和华上帝也是走在前面，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如今一样用这种看得见的一个记号，让以色列百姓怎么安心原来上帝有跟我们同在，让他们勇敢往前来迈进。实际上，云彩不只是上帝同在的记号。在沙漠地区，在旷野里面，如果没有云彩的带领跟保护，以色列人在那个沙漠，我们常常看电影的话，那个沙漠一来的时候，你其实分不出东南西北，
好，我们再来一起读18、20哦，大家好像精神不是很好，我们大声一点哦，来，请。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这个记载对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始，照耶和华的命令。我们一开始我有讲到，他们在西乃山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们在山下拜金牛犊。可是经过1年了，他们愿意转变哦，他们愿意照耶和华来行的命令来行，他们愿意有一个心跟耳朵愿意来听，他们愿意让云在前面来带领他们，他们用看的。以色列人开始愿意听耶和华的命令来起行，也照愿意听耶和华的命令来安营，这是让我们很欢喜的一个时刻。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1年的准备，他们真的要好好来跟随上帝。这也像是我们愿意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一辈子来跟随主耶稣当门徒一样。其实，在旷野的环境里面，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照云柱在起行的时候，不愿意起行的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有骑摩托上班的请举手。骑摩托上班有一些同学像今天这种大热天气你穿短袖短裤前2天我跟志明牧师我们出去办事到某一个地方骑过去98秒，惨了。98秒，你整穿短袖短裤在这种炎热天气98秒我那时候突然想到我就想到这个画面，如果当初在沙漠地区没有一个云柱走了，然后你停着你不跟着走的话，你在那个炎热的程度没有跟炎热，你大概活不过2天。所以其实这个今天的经文是很有画面的，而且到了晚上怎么样？晚上我们晚上有火烛，云跟火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沙漠地区10几年前我去爬过西乃山，那我们上去那天已经很晚，别的傍晚才上去，下来的时候有点冷，所以那个天气温差变化就非常的大。那个地方沙漠旷野就是这样子。说实在话，在以色列那个出埃及里面，在旷野行走的话，他们都没办法照自己的意思，因为你照自己的意思，你就会死在那边。今天最后的3节经文21到23，来，请。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是1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3段经文其实非常的挑战。在往迦南地的旅程当中，我们知道旷野是一段很漫长的路。旷野的环境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对我们住在台湾，其实我们也没办法想象。旷野是一望无际，我们可以从那个电视上一望无际的一个沙漠，它是有深坑的。什么叫深坑？就是一个沙子，不小心踩下去，整个就滑下去了。古墓奇兵嘛，对，那个沙地，干旱。没有人居住，也很少有人会经过。天气很不稳定，温差日夜变差很大。危机四伏，有毒蛇猛兽我们常常都可以看得到。而以色列百姓他们之前在埃及地，我们知道埃及什么？埃及有尼罗河，尼罗河里面鱼虾，他们整个植物其实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环境是差非常的多。陌生的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跟心情去判断。正常一般来讲，如果事情是
方，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有3个新同学我们教会我们有3个新同学他们来第2个礼拜。如果我们常常很多到一个地方，意识不是照我们自己在走，或者是不是很有规律的，我们的心其实就会有点混乱。但如今经文记载，代表带路的云，它收上去的时间是什么？白天也会收上去，晚上有时候会收上去。也就是说，云一收上去，我们就要起身嘛。可是它云收上去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候你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白天行动，可是按照这样的记载是晚上他们可能也在行动，这代表不确定是白天或晚上在赶路。有时候云会停在会幕上2天、1个月，甚至1年，他们就安营没有起身。这也是代表了休息跟前进是没有规律的。我想当过军人的就知道随时要出任务这个右书在海上随时要出任务，你不晓得。我觉得军人为什么最怕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比如说我们比赛篮球下比篮球，那就40分钟嘛，一节12分钟48分钟，我们知道有一个时间。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在行军或者是在打仗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反送中我觉得是一个很恐怖的事，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时候要落幕？我觉得这个对当地的人是一个很恐慌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子，对他们在那云在带，他们会很恐慌，到底什么时候要走？如果很固定的，礼拜1到礼拜5上班，礼拜6、礼拜天休息，那个很规律，我们可以适应。可是云的指示呢，他们起他们落是要让他们休息，他们没办法有一个很简单的、很有规律的，所以他们开始会对带领的人，对带领是要有极大的一个信心下午要打球，有的球员不一定会听教练的话。黄信你会吧？黄信会，因为我们很信靠我们的总教练那个右书，右书下达的命令，其实我们都会听。所以这个在以色列他们出埃及的这段路上他们要对带领的上帝要有极大的信靠跟信心，因为整个出埃及记有200万个人，不是像我们家100多个人，200多万个人要共同的行动，一个口令跟一个动作，谈何容易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人的自我就会跑出来，人内心里面骄傲的灵，老我就会跑出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上帝带的方向，不错，我们给上帝一个赞。有时候我们会看不懂上帝今天的作为，明明像今天天气这么好，为什么上帝不走？我们休息也够久了嘛，应该要走了有时候我们会奇怪，上帝怎么会带这条路？比如说，我们从这边到捷运6号出口，从哪一条路走最快？我们出去走转嘛，经过自然高中5校就过去了嘛。可是上帝呢，要我们右转到承德路，再右转联邦银行，再直走到6号出口，也是可以原来6号出口那边有暴动，自然高中学生在打群架，比如说这样子。我们不明白说，上帝你为什么要绕路？以色列百姓他们当初就是这样子，他们慢慢失去了耐心，他们内心开始对上帝产生很大的疑惑跟埋怨，甚至在团队当中互相的批评。如果我们按照新眼光读经，从11章之后我们开始，他们彼此开始在批评说比较，他们吃麻辣他们不开心，至少以前在埃及的时候。有鱼有菜可以吃。摩西的2个的姐姐跟哥哥也在批评摩西。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笑，在刚进入旷野的过程当中，离迦南美地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他们就开始在吵架。原来以色列人还没有准备好要来跟随上帝，上帝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一样是这么的微小。当他们在抱怨环境，对一切产生疑惑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对上帝极大的不信任跟不依靠。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旅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常常跟这群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如同生活在旷野当中，其实我们是很软弱，但是我们常常又是自私、很骄傲。
当日常大部分的事情不照我们所想来发生，我们心里面就有很多的 OS 跟埋怨，以至于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身上，会临到我这个家，甚至是意外的发生，得癌症，生病这么久，一直没办法复原，甚至家中发生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件。我们不是祷告了吗？我不是来教会了吗？上帝，你为什么？你有没有在听我祷告？我已经努力这么多，我的家庭关系还是没办法改善，亲情、爱情、学业、工作，甚至于教会的服事，怎么还是没有一样是顺利的呢？有时候事情的顺利不顺利，好或不好，那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判断。而一般的主观，我们都希望都整个剧本按照我们来演的。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能够读好的学校，有好的一个家庭，以后找好的工作，结婚生子，买个房子终老，这个是不是一般人想要的生活？可是，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当中，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意外的产生，父母亲突然，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像最近华映电子，你看它一关厂，你看至少有好几千户的家庭里面，他们开始产生了问题。那个有时候我们不能怪父母亲，有时候真的是大环境来改意外的发生。顺不顺利，好或不好，我们是要照上帝的角度来看，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等不下去了，说我等不下去，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来行，以至于我们一直没办法在信仰旅程当中没办法了解上帝对你的心意是什么，这是很可惜的。以赛亚书55章。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色列经历的旷野，跟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旷野，都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一个旷野。以色列人陷入了什么？他们陷入了看表面、眼见为凭的事情。但是上帝呢？上帝所关心的不单单只是他们表面的，上帝看的是更高更远的那个迦南美地。上帝在高高的地方在守护着他们，哪里有水源，上帝就往那个方向在走。刚我举例，看到那个地方有危险，上帝就带他们绕路。甚至以色列百姓看了，天气很好，为什么不走？可是上帝知道全面的大风暴要来，上帝可能停2天、1个月，甚至停1年。上帝很耐心的带领着我们，上帝看远又看深，上帝要在这个整个旷野的过程当中训练我们成为依靠上帝、信靠上帝的百姓。上帝愿意背负我们，背负以色列人的重担。如今，耶稣也一样愿意背负我们每一个人世人的一个重担。他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世人钉在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地方。耶稣愿意用棍子来引导我们，安慰我们，也为我们征战我们生命中每一场的一个战。他愿意背负了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引导我们到安静的水边，享受那真正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超过这个世界的一个金银财宝。我们常常看到这外面学业、外表，我们还要继续画地自限吗？耶稣会带我们走一条永生的一个道路。我们还要很骄傲、死硬撑的吗？不愿意接受耶稣对你的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看不清楚很多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我们也常常在朦胧的当中来判断，到底要走哪一条路，都用判断的。弟兄姐妹，依靠耶稣就对了。
因为上帝会跟我们同在。当牧师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这个经文很深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也好像看到我信仰的旅程这17年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这个当中，我有很多的不明白，很多的挣扎，甚至很多的痛。可是当我在当中，我学习了顺服，学习了忍耐、等候、跟随，渐渐的，我从黑暗中看到光明。如今再回头看这17年，真的是恩典满满。而且在每一次的转变的当中，就好像云升起来一样。云升起来的时候，上帝说：“你就往前走。”云降下的时候，我就停住，委身服侍，尽我的本分。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大家不要以为云起身很简单，200多万个人，他们住的帐篷，还有会幕，他们要整理家当。有搬过家的人都知道，有搬过家的人请举手，搬过家的。好，搬家真的是非常非常，你要整理东西，非常非常，你要整理个家当，然后全家，然后再换一个新环境，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第一次在云升起的时候，是在我信主没几年，就在我将我住了10年的一个房子把它卖掉，上帝云升起来要我离开那个地方。虽然房子卖掉之后，我自己以前的债务解决不少，也减轻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这外面租房子，因为租房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租人家的房子，你都不好意思盯什么盯，而且也不是自己的，没有那么踏实感。租的期间我非常的不习惯，但是这期间，上帝成就了许多的事情。第一个让我有机会去韩国祷告山去操练。接下来呢，让我在租屋的地方，其实租屋的地方环境也不是很好。我们进来又生了一个孩子，子爱。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本来就已经不生了，而且再生一个子爱。而且他9个月的时候，上帝又让我们去以色列一趟，这是很奇妙的。经过了3年后，云又升起来，上帝又让我们离开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又搬到师大后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爱主的弟兄，他愿意把整1楼。我们住之前，他把那边重新整修，花了上百万重新整修，让我们用很便宜的房租租给我们。子怡子群，我们一家其实都非常喜欢那边的环境那个环境，也想说心里面想说，应该这一次这个云下来嘛，应该至少可以住个10年，甚至住个20年，心里面还不错。在那个台北市中心里面有前庭后院小前庭小后院还不错子怡子群他们刚上国中，蛮方便的，满心感谢。甚至在这个时间当中，上帝又让我又跟一些同事都开了公司，圆了我在内心的一个梦。如果大家都知道，我当初会进教会认识上帝，是因为我的公司倒掉，在2000年的时候，上帝就这样突然就又成就了这个东西，我自己其实都没有想到。甚至在这个时间，也让我被选为教会的长老，这个荣耀的职分来服侍弟兄姐妹。公司都很幸福，孩子很喜欢那边的环境，那公司运作的也很不错。可是呢，又在6年后，上帝的云又升起了。上帝陆续呼召知名牧师跟我又往神学院去。弟兄姐妹，在17年受洗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想到我今天会站在这边，甚至我也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家会有这么一段的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当中其实不容易，搬家非常的累，有很多的点点滴滴。可是有很多的当中，圣灵保惠师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神迹，其实不
不断的在我们家里面发生。神学院毕业之后，上帝的云就飞到了深坑，我跟知梅牧师就在深坑就静下来。说实在话，我跟知梅牧师对深坑飞那个小地方很有负担。我们也跟那边的长老说，你放心，这20年我们会待在深坑，我们陪伴你们，因为那边是有山有水，我觉得还蛮适合终老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在那3年也做了很多的事工，然后也教会日渐兴旺，我们也慢慢习惯那边的环境。可是3年之后呢，上帝的灵又升起，又要我们往前行。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年纪，不管我们现在的家庭上，我们生命碰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迎升起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不舍，甚至疑惑。我们好不容易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喜欢的团契就是这样子，我喜欢给人家服侍，或者说我喜欢在这个部门服侍。但耶稣无限的牺牲的救赎，圣灵宝贵师的保守跟看顾，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的时候，我们说主啊，照你的旨意，你叫我行，你叫我起行，我就跟。如果你叫我不要动，不管是2天、1夜、1年，我都愿意等候，我都愿意委身在这个位置，我都愿意委身在教会里面尽心的服侍。因为主掌权、主带路的路，绝对是一个丰盛、祝福满满的那一条路。当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脑海中也浮现了在这2年当中来建成的服事。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经历过了生老病死。我们来建成已经有7个长辈过世，有无数的长辈，甚至年轻的孩子，我们碰到很多的意外、伤痛。有时我们还不了解上帝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那么年轻发生在我的身上？前2天去看我阿嬷，教会最年长的长辈92岁，他看着我也说，他其实最近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上帝啊，他牧师，你帮我祷告，让主耶稣帮我接走好不好？他一边讲，眼泪流出来，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在我们生命碰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非常的软弱。那时候我只能安慰他，替他祷告。圣灵保惠师的动工，让他心里面有活泼的盼望。他盼望他能够再一次完全的康复，回到教会来。弟兄姐妹，可能你自己目前的生命当中有碰到很大的一个困难，不管是你个人的。学业上面，你的家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的心交给